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9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骚扰电话广告电话诈骗电话。关于骚扰电话、诈骗电话，我想大家都深有体会这就不用多说但是现在在人工智能、在 AI 加持之下的、在 AI 助力之下的骚扰电话、诈骗电话，这个现在是愈演愈烈。前不久的315也曝光了很多 AI 机器人助力，对吧？骚扰电话，这个让大家更加苦不堪言。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他今天刊登一篇文章，叫当 AI 机器人每天拨打10万通骚扰电话。实际上这都是外呼电话他文章说中国舆论一年一度揭露消费市场黑幕的315打假热潮上上周如期而至。在众多今年被曝光的市场乱象中，最受瞩目的单属24小时不眠不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日以继夜每天拨打10万通营销电话。 AI 机器人成骚扰电话帮凶，是在 AI 换脸诈骗近期受到高度关注之后，不法分子进一步利用新科技从事犯罪活动的最新迹象之一。这个新现象引发部分网民担忧 AI 被迫助纣为虐，多地官方连夜针对涉事企业展开调查。说自1991年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与中国消费者协会三方每年都固定共同主办315晚会，节目在国际消费者权益日3月15日晚播出，曝光中国社会生活中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案例，逐年形成中国年度打假盛会。上周六，也就是3月15号播出的315晚会节目长达2个半小时，当中揭露了9个行业乱象，其中 AI 机器人拨打营销骚扰电话调查报告引发舆论关注。央视315晚会指出过去1年多，中国网上出现很多外呼公司的广告，宣称能帮助商家以俗称电销的方式向手机用户拨打营销电话。这些外呼公司并打着高效触达用户、精准拓客等旗号招揽生意，甚至还宣称可通过 AI 机器人拨打营销电话。据央视在多地调查发现， AI 机器人拨打营销电话已成为外呼行业主流，这是因为机器人不知疲倦，可以日夜拨打营销电话，效率比人工高出数倍。机器人输出的声音由真人录音制作而成，也让接听用户难辨真伪，接听率由此提高。这个凤凰网科技星期六引述北京王姓女士表示她上周接到的骚扰电话不计其数。最近一次电话那头传来了甜美的女声：“你家孩子需要英语辅导吗？”王女士指出她说以前能清楚识别出 AI 机器人客服，但现在往往对电话几轮才能确认，不知道是不是技术又进步了。现在 AI 推销员实在太像真人了。上周末被央视点名利用 AI 机器人发动电话营销的，包括北京优音通信、飞鸽传书、四川淘金、上海智优等多家外呼公司。其中上海智优勤自称是市场上外呼智能机器人技术上的佼佼者，服务过5000多家企业，目前主要承接涉及教育培训、健康医疗、建筑施工、金融贷款等行业。说在不知对方真实身份下，上海智优勤田姓经理曾向央视暗访记者展示 AI 外呼机器人的真面目。上海智优给一个客户测试运行中的系统后台显示，一家口腔医院 AI 机器人话术呈现在电脑屏幕上，每句话都设有相应的触发关键词，一旦接电话的消费者说了相关语句， AI 机器人便会根据关键词转到对应的回复内容。几个回合下来，电脑系统就能根据消费者的回答内容一步步判断出接听电话的消费者是否属于意向客户。你看咱们把这个人工智能用在了这儿，也是一种悲哀说一台外呼智能机器人一年的使用成本据报仅约1万元人民币，平均每天可拨打上千个电销电话，工作效率远超人工客服。医疗健康、教育培训、金融贷款等机构以1万元年费购买服务，将营销成本压至人工的1/10，
也源源不断的滋养这个黑产。北京优音通信工作人员透露AI 机器人一天拨打10万通电话，每次会海量外呼拨打100-200通。外呼公司工作人员承认说在为用户提供电话销售服务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客户的投诉，但他们对此并不担心。四川淘金你我公司的杨姓经理称，他们跟运营商关系比较好，如果不是很大的投诉都能去申诉，内部处理掉。对个别投诉无非是罚点钱的事情，即使封号他们也能随时更换线路或是卡号，对电销运营不会产生影响。针对315晚会曝光的 AI 机器人拨打营销骚扰电话等问题，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上星期六连夜组织北京、上海、广东等地通信管理局查处涉嫌违法违规主体，责令基础电信运营商立即关停涉事线路，并督促互联网平台企业全面清理违法 AI 外呼软件销售推广信息。工信部还表示将持续采取有力措施，强化对基础电信运营商、呼叫中心、企业等监督检查，严厉查处违法违规企业，加大曝光力度，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打击网络黑灰产业，全力营造安全健康的信息通讯消费环境。也就是主管部门重视，1年1度的重视，明年还继续重视，这个大家想都不用想后年还会重视。各个行业的监管部门315这一天都是严阵待命，收看这个315晚会这个肯定不夸张一定是这样的。然后一旦报道涉及自己的这个行业，那从上到下必须马上行动，连夜不要过夜，要搞出个新闻出来，马上这作为一个回应我们响应很快所以这个已经形成一个惯例演戏要演全套。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星期天也3月16日凌晨，你看这个315晚会不是3月15号晚上吗？播完的9点多了，10点了。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16号凌晨就开始回应AI 一天打10万个骚扰电话的问题，通报称已针对被央视结合的合众艺联公司操纵骚扰电话开展现场调查，后续将进行处置。你看人监管部门都已经到了现场去调查去了，这个行动不能不说是很迅速比打仗还要快新加坡联合早报说不过部分中国舆论对官方的被动出击并不买单，针对 AI 外呼机器人沦为骚扰电话产业链帮凶，有中国媒体本周就此罕见将炮口对向政府部门，批评当局不作为慢作为，表明舆论对 AI 疏于管制可能危害社会担忧日益加剧。湖北日报旗下晋楚网星期一就3月17号发表评论，指上述现象不仅反映出不良人员的嚣张，更暴露出监管的形同虚设。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央视记者都能发现的问题，监管部门何以十分被动。评论指出骚扰电话如同顽固的牛皮癣，严重干扰民众正常生活，已成为社会一大公害。产业链源头涉及众多环节，包括非法提供数据者、利用这些数据拨打骚扰电话的营销公司，以及开发 AI 外呼系统的技术公司。但是这个进出网似乎还少了一个，就是电信运营商，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偏偏给漏掉了。评论认为，拆除骚扰电话产业链不能只靠央视记者年年去骚扰，监管部门却稳坐钓鱼台，心里波澜不惊，好像骚扰电话产业链和自己无关似的。评论还称，找到问题源头并不难，无非是顺着骚扰电话就能找到做广告的商家，顺着做广告的商家就能揪住违法的信息公司，顺着违法的信息公司就能揪住灰色链条上所有的不法分子。说中新经纬也发表评论，指 AI 机器人每天拨打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的营销电话，是对公众秩序的扰乱。这种技术滥用不是发点钱的事，敦促监管部门加大对违法外呼力度的查处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评论也认为 AI 技术本身并无善恶之分，但使用者的意图和行为却决定了其走向，呼吁舆论不能容忍技术被滥用作为作恶的工具。这些人说的都很有道理，但说实话不在点子上。这个 AI 不光是用在打电话上面、外呼上面，这个 AI 还可以用来写作色情小说。这个联合早
早报说啊，中国首起 AI 卷写色情小说被判案例。他说，另一方面 ，AI 上周还传出被中国民众用于撰写色情小说，触犯中国法律被法院判罚的首起案例。中国媒体3月14日引述湖北大冶市检察院披露案情，指一名何姓被告利用 AI 技术卷写色情小说牟利2万多元，法院以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他有期徒刑10个月，并罚款5000元，同时追缴全部违法所得。法院指出啊，何姓被告2022年11月至2023年3月利用 AI 程序卷写色情小说，并使用翻墙软件在境外黄色网站发布，同时在另一网站售卖，总计售卖约7600篇次，共计获利22874元，也就是5个月的时间赚了2万多，这个收益还不错啊。可以预见 AI 这把双刃剑在不远的未来肯定将被更多不法分子用在不同的干案场景，以假乱真，触及的面也将越来越广，轻则扰民，重则诈骗，造成民间财物精神损失，还可能进而在社会上造成很多不必要的误解误会，种下更多不信任甚至仇恨，影响社会秩序稳定。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监管执法者是否已为上述情况做好准备，目前仍需打上一个大问号。这是联合早报啊，它关于这个315揭露的啊，人工智能每天拨打10万通骚扰电话。今天为什么聊这个呢？可以说啊，我是对这个骚扰电话我是最有发言权，因为啊，我本人打过骚扰电话啊，也就是外销啊、外呼、电销，我也是对吧？作为消费者也是电销的受害者。我现在每天都接到啊，至少3、5个吧，最少，不是贷款的，就是培训班的，还有养老的，主要是这3类。关键这个产业链我还参与过，对这个产业链我很了解，所以我来谈一谈啊，这个 AI 机器人助力骚扰电话。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啊，我在2000年前后啊，刚到北京打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做外呼啊，那时候做销售的方法比较简单粗暴，手段比较朴实啊，因为那时候没有其他的手段啊，所以那时候叫黄页嘛，一本厚厚的这个反正是黄色纸印刷的啊，所以我们都叫它黄页。那个黄页上面全部是外国大使馆在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外国驻华机构，主要是驻北京的，什么领事啊，什么代表处啊，它上面有地址、电话，还有传真号，我记得啊。然后第3部分是外国驻华企业。那时候我做的业务不就是订酒店嘛，那主要的对象就是外国人，所以那个黄页啊，我们是人手必备，厚厚的黄页，我们怎么营销呢？就是打电话。当时的那个座机啊，好像我记得是西门子的啊，一个手啊把电话夹在耳朵上，用肩膀和脖子夹着电话，一个手要去翻那个黄页，一个手啊要负责拨电话号码，然后顺便要记录，拿笔，然后就从第一个开始拨起，电话拨通，有的电话根本就不通，那是错的，人家早换了。好，你给他电话后面打一叉，第二个电话打通了，人家给说滚，然后我得拿笔在后面记一下，这个不要，就是你每打电话跟着那个状态啊。有的人他会问你，对吧？你跟他推荐，你说我是干什么的，人家就会，有的人会问，你什么酒店多少钱呢？就说明这个人有意向，这个电话后面要备注一下。有的人接了电话之后，他说我们的这个负责人不在，就说明这个他也没拒绝，在后面就下个过2天再回访，就是根据不同状态要记录，拿笔记，你知道吗？那时候就是我这个打这个外呼电话的主要工作啊，我一天打150个，然后大概1个星期啊就会打坏1部电话，就那电话机坏了，可能口水喷的太多吧，就换1部电话机，把那厚厚的一本黄页打完。那是应该是20多年前啊。那很多人就说了，那打电话有用吗？真有用，就是你要不打电话你就没有客户，你不知道客户在哪。那时候连互联网广告都很少，这个打电话而且也是从国外传进来的，也就是20-30年前啊，人家国外也是打电话，电话销售嘛。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怎么看待电话销售这个事。20多年过去了，这个电话销售还没有任何改变，对吧？反而变本加厉了。大家都知道，这种广告啊，就是消费者需求的人和提供服务的人之间没有办法直接通达，这肯定是不对的。这就会导致什么呢？比如说啊，你有这个需求，但是你找不到在哪儿谁给你提供这种服务，那你在找这种服务的过程中，你会少掉很多信息，你很有可能被上当受骗。这很多这
生意机会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明明那儿就有300一个的，但是你就是不知道，所以你就会舍近求远去买800一个的同样的东西啊，仅仅是因为你没有这个信息啊，这种事情大有人就是这个过去啊，那是普遍现象，因为过去信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啊，现在各种手段对吧，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各种短视频平台等等啊，就是你的信息啊触手可得，只要你有这个甄别的能力啊，你有这个功夫，你就能找到最便宜的，找到性价比更好的。过去很难，过去这个你就得费很大功夫，也就是说提供服务的和服务需求方怎么匹配的问题。那么电销呢，它只是一个解决方案之一，而且是比较古老的，所以这里面就涉及了一个电销该不该限制。它确实导致很多人我不需要，对吧？我什么服务我都不需要，那为什么老是打电话骚扰我？但是不排除有人他就需要服务，需要这样的信息，所以怎么样对他们进行甄别？不需要任何服务的人，你就不要去骚扰他，对吧？对那些需要服务的，你才能去推广。但是这个20年过去了啊，这一块没有什么任何进步，这个确实很遗憾。这是我对电销的一个看法。那从这个个人来说啊，消费者来说，我不需要什么养老什么社区，我也不需要贷款，我更不需要什么培训。但是我每天都接到这样的电话，我甚至有时候啊，我跟他打电话做广告的人说啊，我说拜托你啊，你能不能在你那后面给我备注一下，说这个人不需要任何广告，免得你们来回卖信息的时候啊，都变成个无效信息，你还得花钱拨这个电话，拨通了人也不要，但是没有用。我知道他的信息是来回卖的，但凡他们在卖信息的时候，如果上面给我标注了一下，说这个人呢，他不需要任何广告，那他下面买到这个信息的人，他不打就完了，这不效率更高吗？然而没卵用。我刚才说了，就是怎么看待电销这个事情，对吧？怎么看待外呼？当然，外呼和电销还是两概念啊。就是电话销售，咱们讨厌的消费者比较敏感的、比较烦的是电话销售、电话轰炸。所以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你是要禁它，还是要规范它？如果要禁止它，很简单啊，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就从运营商下手，说禁就禁掉了，就不会有这种叫销售电话、电话销售。实际上运营商也这么干过，但是最终都不了了之。就你比如说啊，运营商怎么判断你这个电话是个外呼电话，是个电话销售？比如说你一天打电话，你这个号码往外拨50个不同的号码，他就判定你这个电话号码是在做电话销售，他就给你停掉。那这个是个比较常见的、比较标准的一个操作。但是啊，往往把这个打电话销售的那个电话没有屏蔽掉，反而把一些正常使用的电话给屏蔽掉，通话功能给它停掉。有很多企业，他电话对外，他一天就要打那么多电话，跟客户联系啊，他为客户提供服务啊，那你怎么判断他这个在做广告还是在给客户提供服务呢？所以就会导致什么？导致就是正常打电话的全部给你停掉了，反而那些打那个电话销售的，你管不着他，人家只打48个电话，然后再换个搞个100个卡、200个卡，每个卡打48个。总之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有对吧？你的这个办法，他就有他的这个对策。就像那个为了打击电信诈骗，是不是对这个？因为打击电信诈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那钱转账给他掐断，让他钱转不走，这样容易把他抓住。如果说你不对这个银行卡交易做限制的话，他的钱几秒钟之内就不知道转到哪儿去了。所以说一旦发现有这个电诈嫌疑，立马把这银行卡冻结。结果你就发现冻结银行卡本来是为了打击电诈的，结果电诈根本就没有减少，反而这个正常使用银行卡的受到限制，对吧？你要取钱取现金，还去派出所报备，对吧？你这卡莫名其妙被冻结了，然后你要解冻，不知道去哪儿公安局去办手续。也就是大家就会发现，他本来目的是打击犯罪的，结果犯罪没有被打击掉，把好的也给打击掉了。经常会出现这事。电话销售就这样，你让运营商去掐断，最后那些诈骗分子或者电话销售的这些人没掐断，反而把正常使用电话业务的都给掐断了。那这个大家就容易得出个结论电运营商不能一刀切。那既然运营商不能一刀切，那这些违法犯罪分子他又利用这个不能一刀切开始做文章，甚至运营商内部的人跟这些外呼公司勾结，反正是这不能一刀切嘛。我把窗户打开不仅新鲜空气进来，蚊子苍蝇也会进来，对吧？我不能因为这个有蚊子苍蝇进来，我这窗户永远关着，那没办法空气流通啊。运营商也一样道理运营商都有 KPI 指标，运营商现在的压力在哪儿呢？他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管道通路，他只能靠收过路费赚钱了，他没有其他任何服务，任何服务的人都有这个对吧？这些什么腾讯游戏公司视频短视频网站社交媒体、社交平台，运营商变成一个叫基础设施建设，他本来就靠你发一条短信几分钱赚钱，打一个电话几毛钱，语音业务这些是大头。现在这
这些收入都没有了，就变成一个流量业务。运营商如果靠流量，运营商怎么赚钱呢？他收入怎么能保证年年增长呢？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所以说运营商他有 KPI 压力，你要让运营商创收，对吧？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年年盈利要增长，他只能从这些语音业务、传统的业务下手。就发短信，他想恢复；打电话，他想恢复。你说现在正常用户谁打电话？都在用微信，对吧？用即时聊天工具，谁还发短信呢？都没人发短信。以前春节啊，大家记得吧？春节晚会都会报啊，现在拜年短信有多少条？多少亿条？来自海内外的，对吧？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各种拜年短信。那对运营商来说，那不光是拜年短信，那是钱呐，对吧？一条1毛钱。那现在呢？就现在都不说拜年短信了，对吧？这现在拜年都是朋友圈拜年，现在朋友圈拜年都不拜了，你就知道移动这一块收入它没了，打电话问候的也没了。你再让他把这个所有的外呼都给掐掉，运营商就相当于把自己大腿给砍掉了 ，KPI 的压力更大。所以他就提倡啊，很多业务用短信啊，用外呼。外呼很多是正常的，比如客服，你不要外呼吗？运营商为了保外呼啊，他就会给这个，比如一些正规的企业，比如中国民航，对吧？这个国航、南方航空，或者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甚至是茅台酒，像他们是优质业务，因为他知道这些他不会乱搞啊，所以比如说茅台啊，你给你的用户发短信，正常价是1毛钱一条，给你茅台是2分钱一条，你去发。茅台给他的会员、给他的供应商、给他的这个消费者发茅台的一些短信，这个没有投诉，投诉非常低，这是正常业务。移动的价钱便宜，投诉率低嘛。但是如果给那个做广告的，比如你卖大闸蟹的，对吧？或者你是卖红薯粉的，那这个投诉就高了。运营商考核的是怎么考核呢？对吧？这个就工信部啊，考核运营商投诉，它是根据你整个的来投诉来考核。那也就是优质的短信，对吧？工行的，或者是国行的，或者是这个茅台的，对吧？它这种短信没有什么投诉，然后你卖东西的短信就投诉多，他就把两个综合一下。所以说啊，电信运营商给这些做广告的发短信的，它价格就是5分钱一条，因为你投诉高啊，给你价格贵一点，他还赚钱。然后把你跟那个国行跟什么茅台那些短信放到一起一考核的时候，整个的平均的投诉率它就下降了，达到工信部的要求。你看他就这么干。大家知道啊，我们以中国移动为例啊，它是以网关来结算的，就是每个省一个网关，也就各个省移动啊，有各个省自己的这个考核指标和这个 KPI， 所以各个省啊，它给出来价格不一样，然后他就给代理，因为这东西你都知道，他这移动是不可能自己去找客户的，他就会找代理，给代理什么呢？比如价格啊，我给你就是3分钱一条，但是你的投诉率啊，比如1万条里面不能超过8个投诉，具体多少这个都在变啊。那代理拿了这个指标之后啊，拿了这个 KPI 之后，行，对吧？他就找这个工行，对吧？你帮我发多少条，我给你便宜，然后我再找很多什么小杨哥，对吧？这个啊，电商或者什么卖东西的，我来帮你发，这个是8分钱一条。电话也一样啊，所以你看它就这么来的。我说的这个是咱们这个叫短信广告，还有这个电销业务，它的逻辑，它怎么来的？就把这个搞明白之后，你就知道这个所谓的顽疾玩在哪，也就是怎么认识短信广告和电销。你是认定它非法，那你就取缔它就完了，能取缔啊，因为这网关在移动那儿，把你全掐断，肯定没毛病。而且再加上配合打击的吧，你这是犯法，肯定能取缔。但是现在就是什么呢？这个身份比较尴尬，所以问题不在 AI 上面 ，AI 只是工具，只是把这个放大，对吧？就像菜刀一样的，菜刀它不杀人，是人杀人。菜刀它可以用来切水果啊，可以用来切菜啊，它是个工具啊。但是坏人拿它去砍人抢劫，那你是不是把菜刀都禁掉？所以说问题不在 AI 上面，这个确实啊，我们坏人，我们这个科技啊，总是先运用到这个灰色地带，助纣为虐，这确实也是个倾向啊，因为恐怕这个赚钱容易。为什么这样？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关于外销电话营销啊，我觉得要治理好它啊。首先第一个，你肯定不能说这个电话销售啊是非法，那这你就麻烦了，你知道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核心是我们的信息外露，就是我们的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比如说你打黄页电话，既然人家把你的电话地址传真登在黄页上面，那个黄页是卖的，那在我看来，那你这些单位是愿意让别人知道，对吧？自己的电话、自己的地址，那个黄页是公开卖的啊。后来马云就是受那个黄页影响，他不是搞一个阿里巴巴吗？阿里巴巴就是把黄页搬到电脑上去，搬到网站上 ，B2B， 他最早就这么想的，就是黄页啊。然后他还背这个包在北京推销啊，他那个类似于电子版的黄页，这很多人知道阿里巴巴就是马云发家刚开始干的是这事啊。
他刚起步，不是那么高大上，实际上做的就是类似黄页的一个业务，就他搞一个黄页，把你们这些企业在上面放在上面，把自己的电话地址写在上面，给别人去用。那企业为什么把自己电话地址放上面？不就是想让人知道吗？但是现在我们消费者，我们是不希望别人知道的，这是两概念。所以我们的信息是被泄密出去的，不是我自己花钱登出去的。过去黄页上面，马云搞的那个黄页，很多企业是自己花钱登上去，相当于打广告，自己在上面打广告，他自己把自己电话号码公布出去，一个是会招揽来这个他的客户，第二个当然了，他反过来也招揽了别人的广告，对吧？别人给他打电话向他推销，对吧？这个黄页变成一个信息的媒介，你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性质不一样啊，因为我们现在个人消费者是信息是被泄露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那信息被泄露，既有运营商的原因，也有各种平台把我们的信息泄露出去了，甚至因为我们实名制啊，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在很多这个外呼公司那儿，就我们基本上就是透明的，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一刀切不行，那应该想办法怎么整治。整治是什么意思？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说你想做外呼，你想打广告电话，你就公开打，对吧？你这个电话在移动，在运营商呢要备案要登记，你这是用来广告的，我就专门用这个号码打广告，那去打外呼啊，去推销。但是那你就按照规章制度，对吧？他会给你一个规范。那作为消费者呢，那我的电话我可以备注，我这个电话不接广告电话，来减少骚扰。对，我觉得还不如，对吧？把它叫规范化，要用市场化的因素啊手段来对付，也就是让你这广告电话你越打越贵。你假设一个外呼公司，一个外销公司，他打电话打的越多，它越贵，不就是那个像电价、水价不是阶梯吗？对吧？你用水用的越多越贵，你电信也可以这么干的。这样的话，他打外呼的这个公司，他就会精准，他就不敢浪费，他就必须要打得非常精准。你打得越不精准，你一天外呼10万个电话，你这公司会破产。哎，你用 AI 机器人来打吧，可以，对吧？你 AI 机器人不是一天打10万个电话吗？那你就破产了。咱们用的是阶梯这个定价，你打得越多越贵。你电不就是这样吗？对吧？你用一个月用100度电很便宜，但是你要用800度电，那对不起，那个电价乘以10倍，再乘上你的度数，也就是移动啊，就是电信运营商如果真想管这个事情，工信部应该规范这个事情，这样就逼着这些外呼的公司啊，他只能越打越精准，他就不能叫广泛撒网，重点培养，大海捞针。为什么大海捞针？为什么广泛的去骚扰别人？就是因为成本太低啊。如果他给我打一个电话，我接了一下，结果啥也没干成，他花了10块钱，你说他下次还打吗？他不可能打了，太贵了。所以说啊，说来说去啊，还是监管部门惰政懒政，他没有从根本上去想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3月5一曝光，他就来查完之后一切照旧。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